先生請問幾位啊？俾張大啲嘅台我。麻煩呢邊啊。雪茄白蘭地。好啊，先生。等等。係。冇啊嘛，先生，咱都正有見過面，小弟吳林祥保護新祥集團，歹勢哦。隨便坐啦。張單入我數，走開，唔好阻住傾偈。我咪搶咗吳生嘅心頭好啊嘛。係啊，真係唔好意思喎。冇相干，細佬見拿督眼光咁獨到，我想請教下，24間屋仔。